第四代女子脚球队红中壁抽回案件，校方决议改聘教授兼教练朱大英，4年内袂当阁请伊做老师。泰国柬埔寨边境连续2天起冲突，泰国派战机攻击，柬埔寨射火箭炮，上报已经有16个人死亡。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澳洲同意开放美国牛肉进口 ，Trump 阁讲话带威胁，叫其他拒绝美货国家大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第四代女子脚球队队员去互强迫抽回案件。今日校方已经开到评会，决议甲这个教师兼教练周大英改聘，4年内袂当阁请伊做老师。教授已经举行记者会说明，前第四代女足教练周大英也出面来现身礼，女足抽血案意外一直拖。第四代25完成告评会3级3审，经过出席委员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得到过半数同意。决议甲教练周大英改聘，4年内底袂使聘任为教师，理由包含认定球师言行超越球队正常管辖范围，伤及学生自尊，也有无符合停师抽费的权利无对等关系。有周教练的问题需要被看见，需要被解决，还包含陈忠信教授。还有相关的资料有没有到别的学术论文或是别的老师的研究办公室去，变成相关的学术研究？其实也是我们一直提醒教育部的。对由非医护人员进行抽费，学校告评会讲已经明显违反法规。周教练甲计划主持人陈忠庆的责任必须由学伦来调查清楚。有决议结果会送教育部，教育部讲一旦若是被改聘，袂使申请退休，也有请领这个退休金。事前的预防跟事后的补救。然后来跟校方一起讨论，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校园环境更好。那对于个案处理，我们当然也是持续追踪。就教育部来讲，他也不只是要处理这个周台英的这个解聘问题，因为在这个整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校方的责任也很大呀。因为周大英捌教过女足球员、学生甲家长是烦恼，这个案件遭到各方的压力，会影响教育部的处理态度。发起联署的援助，希望政府用心来处理。我自己觉得教练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老师，但是他每一件事情他都会是先为球员想，只要球员受伤或者是球员有什么问题，只要他可以做得到的，他一定都会尽全力去帮忙。有没有一些转圜的空间？毕竟老师他也是这么资深，那我感觉就是没有机会，就是直接是处以死刑，会觉得不太能接受了。除了行政动作以外，司法上检调已经到第四代调取研究计划资料，扣押这个会议的检体，也向教育部甲各科会调取资料，并且以证人的身份约询4名学生，其中2人在学，问候了后拢请回。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会表决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款案，在南北联手封杀7个被提名人拢否决。总统府就强调讲，这是会造成宪法法定无法度正常运作，损害人民的基本权利。立法院会25进行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款案的记名投票表决，最终结果包含司法院正副院长被提名人蔡秋明、苏颂娥这5个人拢得到51张同意票，59张无同意票；陈淑荣26票同意，82票无同意；詹振英是26票同意，81票无同意。7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全部被否决。针对这一次赖清德所提名的大法官，台湾民众党全部不同意。如果都是推荐一些绿油油啊。甚至检察官可以来担任这个大法官，而且司法院的院长，这个表示法界无人。原先团是国民党、民众党可能放行1、2人，不过最后由于各自决议全部封杀，也国民进党团对陈淑荣、詹振英2个人采取开放投票，才出现81张甲82张无同意的票数。不过民进党团依然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是政治操作。他不是在划拳比数字，不是在比大小。如果蓝白说不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这种数字游戏上打转，本质上就还是一个政治的操作。对于立法院搁再封杀大法官的人事，总统府讲，赖总统表达真大的遗憾甲烦恼，也强调造成宪法法庭无法度正常运作，损害人民基本的权利。
行政院是批评立法院已经无理性讨论的空间，也点名国民党甲民众党差大宪政的精神。也若根据宪法诉讼法现行规定，参与评议的大法官人数袂使在10人以下。准现任大法官只有8个人，即摆大法官人数案伊阁被封杀，宪法法庭依然是无法度运作。记者综合报道。环苏哥风台已经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不过伊的外围带水汽也是会影响咱台湾的天气。而且气象署阁发布强风特报，今仔到明仔载2天，11个县市有可能会靠6级至8级的强阵风。台风靠过来，台东市区阁一摆变作沙城，连外水湖有水汽的所在嘛无法度挡风飞沙。连续几天的大水雨，河边南溪是汹汹涌起来，甲风风所700多公顷水互砍残拢冲毁，水摕落去，河床的细沙互大风扣过去市区，造成空气的品质真歹。按算上紧要3礼拜才会当修复。其实可以制作的量能是有限，所以推算下来的话，大概需要30个工作日才能够有效的去进行整个水覆盖的一个修复部分。今年第7号的风台环苏高已经减弱，变作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互领方面的北部含东北部地区不时是出现一阵的大雨。另外第8号风台德草是持续往巴士海峡迄边刷过去，估计伫拜6嘛会减弱。气象专家吴德英指出讲，热带性低气压含德草拢一直在减弱，公阵风含雨势拢一阵，时间无长，但天气无稳定。因为2个距离很近，所以里面还是有一些藤原效应的这个效果在里面，所以它的旋转会比一般的这种大低压的旋转还要多一点。明天的白天及明天的晚上，整个西半部地区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所以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在西南风的迎风面吹拂之下，在中南部地区雨势是最明显。拜六投票日的天气，各地嘛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雨，也是雷公雨；其他的地区过昼有雷阵雨。另外，在关岛附近的科罗沙风台，预报的路径偏北，对台湾的天气无影响。到下礼拜1，受季风环流的影响，中南部侪雨，某小范围剧烈天气的发生较会地在。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7月26就要罢免投票，立院今仔是搁去花莲，甲罢免团体同齐催票，要罢免国民党立委薄坤琪。也那立院除了是有民意代表伫咧全台湾动员，嘛有生活伫咧国外支持者全港登来投票。7日罢免投票倒头算，春无24点钟，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搁一摆去到花莲，针对在地立委薄坤琪提告何适当市长董子贤违反选罢法，林佑昌笑讲唔捌看过薄坤琪遮紧张。傅昆萁之前做坏做恶，然后在花莲鱼肉乡民做的这些坏事，现在都一一的被暴露出来，在最后正义还是会到来的。那更何况这个事情呢？大家知道，童子贤是捐钱的人，傅昆萁是花钱的人，所以这个当然是童子贤讲的对嘛。罢押上尾的时间，全台罢免团体拄到风雨嘛唔惊。台北市5区罢团组成的台湾出来吧，出动吉祥物董义行，哪落雨哪骑铁马。民进党的民代是去到深南的选区，下区车手推出同意票。林口本来就不是民进党的优势区，所以我们知道要更努力，才有机会能够翻转。明天只要再出来投票，我们就会赢。像是伫社群媒体嘛出现一波反向投票的热潮，对世界各地登来台湾的族群，红叫做是罢免超人。伫 IG 和 Trace 顶悬来分享机票文，还有一阵自发性的志工，24点钟轮班制组成接机团，驻守伫桃园机场入境大厅头前，摕手帮大派乌营养被发现勇敢的台湾囡仔登来厝。一出门，然后就看到我们，然后就哭了，对，就很感动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蛮多在国外心心念念的游子回来这样子，就是为了我们下一代着想，然后觉得现在的那个局势不是很稳定，然后有一些不适任的人就应该要让他离开。针对网络的谣言，讲罢免选务会做票，中商会是严正批清。强调罢免的正反双方拢有推荐的监察员，伫各道开票所在监督，除了计票的结果报告表会公开打，开票的过程嘛开放民众来现场看。记者综合报道。也那南洋迄边，立法院长韩国瑜是表示，那31席的南委拢互罢免去，无人监督，台湾的民主政治就会变作妖怪。也那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明仔载会陪5个南委去投票。
再来看这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今日下晡是去新竹，为这面临罢免的新竹市长高虹安徛台。风雨无阻，保护民主。会有选民明仔载到无同意罢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透早伫议场头前举行记者会，另外院长韩国瑜甲副院长江启臣也做回出席。权力如果没有被监督制衡，权力就会像一头怪兽，会像一个妖怪失控。那在我身旁，我们这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31席全部被罢免掉，台湾的民主政治将会变成怪兽跟妖怪。韩国瑜表示，民主政治上基本的原则就是权力一定爱执行，掌握权力的人真简单就走向对落的道路。希望台湾民众会当甲目睭闭好紧，拍拼收台北市5席的南委，台北市长周万安带头来拼最后的阶段，陪国民党立委罗淑宝推出无同意罢免的票。民主靠制衡，制衡靠在野党啊。那你在野党力量通通没有了。那赖清德就变成金正恩了嘛？罢免案要投票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汤市长张善政透早陪立委辜富庭的车队扫街，虽然路着是落大水雨，三个人游玩唔惊风雨，呼吁支持者爱出来投无同意罢免的票。我想风雨无阻我们可以淋雨今天晚上在凯道我们可以淋雨，明天可以淋雨，但是台湾的民主不能淋雨，台湾的经济不能淋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下晡也到新竹市为高虹安徛台，针对国文地申请刑事罢免投票，获法院裁定驳回。黄国昌表示，国文地律师会提出控告，也呼吁支持者2日爱出来替国文地投这一票。请大家出来投票，帮柯文哲主席投下这一票，守住台湾的民主自由。我们希望所有的新竹市民能够一起站出来，守住柯文哲主席的家乡，守住高虹安市长的成绩。选前之夜，国民党抢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路权，暗时会举办大型的造势活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会出现来相挺，呼吁支持者一定爱出门投无同意罢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际消息，泰国甲柬埔寨昨伫咧边境起冲突，今日双方是继续相拍。泰国派 F-16战机攻击柬埔寨社会战炮，这是2个月边境10多年来冲突上界严重的一届，尚无已经有16个人死亡。这件代志的起因是泰国顶日有兵仔咧巡逻的时阵去打到地雷卡蹦转去，不过柬埔寨这边是强调讲，这地雷毋是即阵来的，是过去内战时期留落来的。但即阵双方是已经甲派过对方遐个大赛叫倒转去，泰国撤离13万人。因那军力较少的柬埔寨是赶紧叫国际斗相共，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开会讨论。泰国军用无人机起飞了后，直接飞去柬埔寨边境的塔蒙通市附近的地区做攻击。泰国和柬埔寨第2是爆发严重的边境冲突。泰国军方讲是柬埔寨部队在有领土主权争议的地区塔蒙通市附近部署一台监视無人機，接落來就派兵入侵開戰。อยู่ในบ้านค่ะได้ยินค่ะทีนี้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นแบบดังป๊อ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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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ดังสนั่นเลยแล้วก็บึ้มบึ้มบึ้มติดต่อกันอุ้ยตายแล้วแม่รีบทีนี้ก็เลยบอกแม่ขึ้นรถรีบเลยก็พยุงแม่ขึ้นรถมาเลยไม่ได้อะไรมาเลย 柬埔寨先宣布表示是泰国军队大型入侵，柬国是自卫反击，双方变作是以重型武器来交火，包括柬埔寨动用炮击和 BM-2多管火箭系统，泰国是出动 F-16战机对柬埔寨军事目标来发动空袭。这场冲突是延续到25早起，泰国讲是双方在12个地点交火，这是2个边境过去10几冬来冲突上严重的一摆，还有至少13万的泰国的民众和至少几百个柬埔寨的民众撤离家园。ភ័យដែលរូបបេះដូងចេះអូនកូនអើយអ៊ំភ័យណាស់ញឿនណាស់មានអុយទប់ទួលបានទេរកអុយមិនឃើញបានមកទេលុទុំក៏គូយន់កូនហៅដកដៃឡើងគូយន់តាមខ្លួនមកទេអត់មានបានអុយទេកូន 泰柬2国边境领土的争议，因为20世纪初法国殖民柬埔寨时期画的地图，和2国长817公里的边界无明显的划分，因为安尼常发生军事冲突，特别是翡翠三角地区，因为内面有几座历史真久的庙，双方拢互相讲家己有领土的主权。
今年5月，双方军队就捌伫翡翠三角地区发生短暂冲突，造成一个干部级士兵死亡。双方嘛拢讲是对方引发冲突。这个月16，泰国有3个士兵伫争议地区咧巡逻的时阵，去吸着地雷爆炸。23个有5个泰国的士兵因为安尼受伤，其中一个人的正脚必须要切掉，互双方的冲突是进一步升温。这摆严重冲突是因为干部级军力无法度和泰国来拼，佮向国际社会来求助。美国因为安尼要求双方随停止冲突。The United States urges an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另外，干部级前总理嘛是现任的参议院主席洪森。有泰国的媒体讲是洪森在冲突爆发的期间，已经坐专机逃去中国。对这洪森是用社交媒体发文，澄清谣言，佮发出和相关部门官员召开联合作战会议的相片，强调一直坚守在国内。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乌克兰的民众反对总统泽伦斯基，和国家的反贪污机构愈来愈无权。自战争以来，是头一届发生大规模的示威。即阵泽伦斯基是赶紧让步，讲已经提出新法案，会确保反贪污机构独立运作。对利维夫到哈里科夫，基辅到俄德萨，乌克兰各地民众发起的抗议进入第3天。2022年2月，罗西亚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人头一届发起这么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争议起因是22总统泽伦斯基签一项法案，要甲2大反贪污的机构——国家涉贪局、甲涉贪专职检察署，交予伊任命的检察总长控制。民众批评泽伦斯基这种行为根本就是独裁。欧盟也对这表示烦恼。德国的外交部长是直接讲，限制反贪污机构的独立性，会对乌克兰未来的欧盟之路形成阻碍。就连前线的阿兵哥也感觉受到国家的反背，有阿兵哥手提标语来抗议，写讲我闹会是为着自由的乌克兰，唔是为着贪污的垃圾水库。Я вважаю, що наразі наша держава має піклуватися спочатку про нагальні проблеми, а нагальні проблеми вони у нас на фронті. Тому я тут зараз показую свою громадську позицію. 虽然这个抗议并无要求泽伦斯基落台，不过外界也确实出现一寡负面的宣传。示威学生特别对外背回讲，因无要引导政府。It's not because we are anti-war, anti-Zelensky, and not because we want to discharge all of our government. It's only because we think that our anti-corruption, NABU, SAP, or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important for our independence and for our victory. 是安怎否掉这2大反贪污机构的独立性，会大力打到乌克兰人的红线？是因为这2个机构，因拢是2014年人民在尊严革命当中推翻亲罗西亚派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了后，才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之下所成立。目的就是阻止高官贪污的问题搁出现，松断乌克兰财政的透明度。面对各界的批评，泽伦斯基也快速批准新法案，重新保障这2大机构的独立性，并且要求真济执法单位的人员定期出示备册，防止罗西亚渗透入来。Вже сьогодні є у Верховній Раді України мій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те, що обіцяв дл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і. 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法国总统马克宏拜四看文章宣布讲，法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是甲马克宏说多谢。不过，这以色列甲美国就真反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批评马克宏伤过匆忙。Je crois à la nécessité d'unir nos voix à Paris, à Londres et partout ailleurs pour reconnaître un État de Palestine et initier cette dynamique politique qui est la seule conforme à une perspective de paix. 虽然法国总统马克宏7月中旬就已经预告伊会安尼做，不过支持伊伫社群平台正式发文，表示法国会保持对中东实现公正、佮久长和平的历史承诺，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个举动也是引发真大的关注。马克宏表示，即马上要紧的是加沙停火，放出人质，并且向加沙的人民提供大规模的人道援助。另外，要解除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就要建立一个非军事化、完全承认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随对马克宏发布强烈的谴责，伊认为这是个奖励恐怖主义，也可能致使中东出现另外一个伊朗的代理势力。
巴勒斯坦政府是表示感谢甲欢迎，不过也有巴勒斯坦的民众想要知影这个政治声明敢会当变做实际的。 احنا نحترم اي دوله في العالم تحترم حقنا اقامه دولتنا وجودنا هذا شيء مفروغ منه بس يا هل ترى هذا الاعتراف راح يكون بس قدام العالم نعترف باقامه دوله فلسطينيه 法国民众也认为讲无实际行动，承认巴勒斯坦国代志敢若做一半。 So I don't see like recognizing something is not doing any sanctions on Israel. Like it's not. It's an action that is maybe symbolic, but it's not an action that has any impact right now. Et aujourd'hui, là, le plus important n'est pas la question de la reconnaissance dans l'État de la Palestine. Là, l'urgence, c'est les Gazaouis qui vont disparaître. 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42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联合国其他机构也警告，每5个加沙的囡仔都有一个营养不良，情形是日日恶化。根据加沙卫生部的数据，今年7月份加沙就40人夭死，其中16人是囡仔。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 美国总统 Trump 是宣布讲，澳洲同意开放美国牛肉进口，讲因两国是好朋友，开放进口代表着美国是上安全、品质上介好的。不过这嘛去互认为讲，又搁是一个为着超关税开放市场的例。这 Trump 甚至搁讲话带威胁，叫其他拒绝美国的国家都要注意。 也若转来看咱台湾，照目前的标准来看，牛排部分伫咧美国饲30个月以上的牛才会当销来台湾。不过牛脑、目睭、零骨髓、甲腹内，目前也是禁止进口的。也若是美国猪排部分是爱符合正肉种的标准才会当销来台湾。即阵咱台湾嘛有真侪相关业者是真烦恼讲，咱敢有可能会用开放美牛美猪来甲美国超关税，惊讲会去冲击到台湾肉的市场。 川普离是伫家己的社群发文宣布，澳洲放宽对美国牛肉的进口限制。虽然美国甲澳洲是长期以来盟友，不过澳洲多年来对美国牛肉设限，以后美国将会使大量出口到澳洲。川普强调，美国牛肉是全球上好、上安全的。伊口气威胁警告其他有关拒绝美国牛肉的国家，爱说利落。 澳洲伫2003年因为讲牛情风险，限制美国牛肉进口。2019年虽然有放宽，不过依然有严格产地追踪的限制。澳洲政府即阵开放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生的伫美国杀的牛肉，讲是因为长期科学评估临时政治压力。不过澳洲牛肉继续比美国较俗，美国牛肉实际上出口量恐惊未增加伤多。也若澳洲牛肉70%是外销，产业界更加烦恼是，政府无经过内部咨询就开放美国牛肉进口，会牺牲国家的生物安全标准。一旦这个公牛证也是口提议入境，澳洲牛肉的外销市场可能全部拢会无去咯。 Cattle Australia this afternoon is calling for an independent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the judgment that's been, or the decision that's been made by the department today. We've seen somewhat of shock. I mean, obviously this is an announcement that we were only made aware of yesterday. So this isn't something that a lot of people knew was underway. 全澳洲面临美国方面10%整体关税，甲50%更多的关税。川普也讲要对药品来扣200%的关税。贸易谈判依然徛伫遐。反对党烦恼讲政府为此牺牲国家生物安全的标准，怀疑开放美国牛肉是不是为着换取总理艾班尼斯甲川普来会面？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 美国总统 Trump 昨是去联准会视察征收的工程，不过算是甲联准会主席鲍尔伫咧媒体头前为着征收的费用咧大细声。Trump 嘛是佮呼吁这联准会都爱降利息，不过伊是讲无必要甲鲍尔换掉，相信鲍尔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将军联准会调开迄笔政策会议进行较无一礼拜，美国总统 Trump 真罕见来视察联准会，伊再一次呼吁爱降利息，因利息相关民众无法度买厝。We would be helped if interest rates would come down, but we're going to see how the board rules on that soon. I'd love to see them come down a lot, but we have a country that's thriving. We had a dead country 1 year ago. Today we have the hottest country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we'll get this one finished. 徛伫川普身躯边的联准会主席鲍尔，并无做什么回应，嘛无什么表情。川普认为讲无必要替换鲍尔，相信伊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川普进前捌几两摆公开批评鲍尔的领导能力，讲伊是失败者，佮批评降息的决策反应伤过慢。川普和鲍尔做伙来视察联准会的征收工程，讲工程费用按27亿美金增加到31亿美金。因经两个人对征收费用的讨论，
气氛是了啊无拄好。 You're including the Martin renovation. You just added. It's our entire capital. Yeah, you just added in a third building. Is what that is. That's a third building. Well, including no, the but Martin building. it's a building that's being built. No, it was built 5 years ago. We finished Martin 5 years ago. It's part of the overall work. But it's So, not new.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以早真少有现任的总统来拜访联准会，到这届川会访问嘛，敢若是第4届尔。鲍尔对降利息的态度是真谨慎，引起川会不满。川会讲，目前的利息的水准上少有较悬3%的点。公视新闻郑伟林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